係周刊同你睇天氣。高空反氣旋覆蓋中國東南部，而一股偏東氣流正係影響住廣東東部沿岸。本港今日部分時間有陽光，天氣酷熱同埋乾燥。朝早嘅最低氣温介乎喺23至28度，下晝多區嘅氣温升到33度或以上，上水更加升到有36度，而相對濕度下降到60%以下。未來幾日仍然係炎熱，部分時間有陽光，亦都會有一兩陣驟雨。下個星期驟雨會增多同有雷暴。轉睇截至下晝5點，天文台錄得嘅氣温介乎喺28至33.1度。睇下而家嘅氣温啦，係30度，相對濕度係76%。交俾 T 先生。預測係大致天晴，但係聽朝局部地區有驟雨，最低氣温大約會係27度，日間炎熱同乾燥，市區最高氣温大約係32度，新界會再高一兩度。預測聽日上晝嘅空氣質素健康風險，一般同路邊監測站都係低。預測聽日嘅最高紫外線指數會係8，強度係屬於甚高。跟住睇埋其他城市天氣。廣州多雲，澳門明朗，深圳天晴。廈門多雲，台北多雲，上海多雲，杭州天晴，南京天晴，武漢天晴，天津、北京落雨，瀋陽多雲，首爾天晴，大阪天晴，東京多雲，曼谷雷暴。吉隆坡雷暴，新加坡雷暴，雅加達多雲，胡志明市雷暴，馬尼拉雷暴，墨爾本明朗，悉尼驟雨，布里斯班天晴，奧克蘭驟雨，溫哥華驟雨，三藩市天晴，洛杉磯有霧，紐約天晴，多倫多天晴，羅馬多雲，蘇黎世明。